促转会伫初时举办发表会，促转会表示，过去讨论历史档案无一定是正确的，甚至搁爱加参与者、加害者等人较真。即届发表的成果，着真侪特务人员线明，甚至是军法官的访谈，也拢这些受访者也拢强调讲，家己是依法行政。促转会今年2月26日捌办成果发表会，说明2奖当上中正纪念堂等维权上顶改造的成果。这个月初四，促转会搁再举办发表会，展现几年来的成果。这摆发表会是甲残疾有关，来讨论压迫体制当中的运作。那我们这一场希望把军事审判体制，然后以及监控体制，那以及党国的协力，不同机关之间的协力拉高。我们有针对就是相关的军法官、情治人员跟县民进行了相关的调查访谈。促转会表示，过去大家常常拢是以历史档案为主来做讨论，但是档案的正确性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，所以佫需要透过实际访问加害者、参与者等压迫体制当中的人，确认档案记录是真也是假，嘛会使来看清楚，这个人伫压迫体制当中扮演什么款的角色。促转会表示，亲像大法官释字第68号讲，捌参加叛乱组织的人伫自首，也是有其他证据证明脱离组织进前，应该算是继续参加。这件解释就是一个真好的例。他可能很小，12岁、14岁的时候，外省人嘛，在中国大陆可能参加了什么共产党、什么儿童团之类的组织，然后等他到了台湾之后，他没有自首。就被检举、被抓。那我们问了这些军法官说，他那时候还小啊，而且惩治叛乱条例都还没有实行。那他们的回法其实很像那种公式套用，就是有4至6罚嘛，对，没有办法。几乎所有的不管什么层级的指挥者、审判者，那个第一线的执法者、情治机关的人员、办案人员，都会说自己依法行政。促转会表示，转型正义的推动分阶段进行，每一个阶段需要的时间、困难度拢无同，有的是牵涉到政治，也牵涉到社会配合度。促转会讲，过去一直拢透过各种活动来甲社会对话，未来这嘛是转型正义推动的重点之一。记者郭碧君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